是啊，你还挺够意思的啊，居然替我说好话。那如果咱们两家合作成功的话，记你一大功。你先别着急给我记功，等你们真的把合同签了以后，你再好好感谢我啊。没问题，到时候请你吃好吃的。行。这是情趣家具，在这一系列的设计中，我想让情趣充斥着整个家庭生活。太大胆了吧？啊，而且有点小众啊，对吧？咱们要考虑到广大消费群，虽然年轻人需要有情趣，可是你这个年轻人这个消费能力还是有限的嘛。主管，你想啊，每一对夫妻都可能遇到因为相处时间久而产生厌烦的问题，渐渐的就没有新鲜感了，激情也就消失了，生活质量就下降了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哈。对，情趣不同于色情。哎，对，不同意。其实夫妻之间只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变，就能让生活马上焕然一新。就像金融危机时候的一句广告语：“情趣内衣，拯救金融危机。”太棒了！我们将和马场进行一段时期的合作。那除了将有机蔬菜引进马场会所之外，我们还会由马场的医生出4季的食配方案。我们将结合农场最先进的技术，全力配合，争取按照方案呢有计划、有阶段的给马配食有机蔬菜。Professional。谢谢大家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有意见。我觉得有机蔬菜对于我们马场来说成本太高了。这一点呢，请大家放心，因为我们是初次合作，所以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想先签合同，成本由我们来承担。希望这一次可以把口碑做出来，这样有利于我们下一步长期的合作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双方的风险都能降到最低。那还要感谢诺亚农场方面啊对成本上的让步。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，诺亚农场和我们唐人马车俱乐部距离挺远的，怎么能够保证蔬菜运过来会是新鲜的呢？再说了，运过来的过程又是需要成本的。这一点也正是我接下来想和大家说的。我们诺亚农场每天都会有专业的车和人来进行配送，保证在第一时间把最新鲜的蔬菜交到大家手上。最重要的是，各位亲，我们是包邮的哦。好，只要能够保证最新鲜啊，保证品质，其他的没有问题啊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好，要没有意见的话，那我决定跟诺亚农场先签1年的合同，好吗？好，田总，那我们就合作愉快。好 ，Lucy， 回去捋一下合同。好漂亮啊！你看，情况不妙，雷闪闪估计又要爆发了。一击战备。有机蔬菜有什么好吃的？死贵的不说，还得总来马场配送。田总这个白痴居然还给答应了，气死！你觉得这事儿跟菜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？
小点声儿，再把马给惊着。怎么了？那女的怎么回事？老师交代。哪女的呀？你还装蒜啊你？就那卖菜的那个，还说是什么健康顾问，你是不是又回老家相亲了？嗨，有什么相亲啊？你们俩怎么跟我妈似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回你们又误会我了。误会你了？误会你什么了？不是，你要是真是对雷闪闪有意思的话，你就应该在意一点他的感受。那雷闪闪对你也有点意思，所以你不能这么惹他生气呀！你闪闪生气了，为什么呀？你是傻呀？你还是傻呀？我看他是真傻。你既然是对雷闪闪有意思，那你能不能主动点追他呀？你不要等到失去机会了以后，你再后悔莫及，行不行？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走，想想吧。我刚刚说的行吗？有没有漏掉什么？层次鲜明，掷地有声，说的特别好。可这木头能听得懂吗？你都说成那样了，他再听不懂，那真是大笨蛋大木头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他一天到晚吞吞吐吐、磨磨唧唧的，我要再不说他，他简直就是不行了。哎，你们家模范丈夫来了。哼，别这么说我啊，我会骄傲的。哎，咱们姐妹几个就你最幸福了。你俩要是再能要一个 baby 的话，那简直就是完美。你是不是觉得怀孕很苦，想让我跟你一起受苦啊？赶紧生一个吧。好吧，走。那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冬眠，来的正好。亲爱的，咱们去做产检吧。对，第20周了，该去了。今天就能看到是男孩还是女孩了。上车吧。上车吧。冬眠，咱俩结婚了好多年，我了解你，我能照顾你。那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。